台中有一个男子到火力发电厂的出海口去钓鱼啊，无注意到这个安全护栏已经生铆，结果换护栏怎啊断去，伊怎啊栽落海。加在其他钓客摕救生裤啊协助甲救起来。台中港务公司讲，这个安全护栏今年初就通报市府爱来补强，结果也未处理咧，就出意外了。穿蓝色衫查甫人浸伫海水内，将海边的石头掠条条，不时有海洋渗过来，海水是冷叽叽，都惊查甫人的习惯。有人还将救生裤啊送落甲救。救生圈队。这个查甫人昨来到火力发电厂的出海口钓鱼啊，敢若无发现烟花安全护栏去互海风吹甲生铆，伊人靠起哩护栏水断去，脱离基座，查甫人怎栽落海？实际当个现场，海钓平台顶规排护栏拢已经生铆，围断去，围甚至有破空。钓客来到这钓鱼啊，拢会将钓钩啊靠伫护栏的顶环，若有人靠咧，就会真危险。后鱼啊，唔敢挖。啊，敢袂感觉做危险的？会哦。台中港务公司讲，这个部分是台电的安全护栏，是当时台中县政府规划设计。今年初有通报市府针对护栏生铆的部分做补强，不过相关的情况一直拢无来处理。89年那时候县政府有规划设计，然后请台电代为施工。93年跟大概今年的年初，我们有请县政府再去把栏杆，因为有锈蚀，再去把它补强。规排护栏拢害了了，地数查甫人栽落海。加在这摆有其他钓客斗3工，查甫人互救生裤啊救起来。目前港务公司会先将路口封起来，避免搁再有人出意外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